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杂志。苗栗大兰嘅山洪有一个送电杀气，一日抢有3标公差去到天庭，今面单单系种第二落实，因为省中界嘅所求，第个登记自然修，冬天冬有水品质冻站，不过因为外地是烦恼累修，假使都本烦恼靠人嘞，接上今年头天做到安心苦，杀存冇麻钱。也让向到后生人唔到上位留地家乡，送两个小要面对强强出为本日会高干危机。去年开始，中央太后老推南太后嘅施政去到街，发现到两个问题。佢都认为学校唔单只系教育单位，还那系一个社区发展嘅重要中心。所以，除新店嘅送电的社会企业。为社区农产来打造品牌，成为改变传统改善小方式，为农民存汉拿上钱，也老存的钱，把掉出来本农民喊个学校，用财体产业来支持学校老社区。我着急程度很烂。truyền統偏好春來成樣嘅小商，大家食材快樂嘅見就見高。大蘭山紅細細件嘅送練貴小，是中年17個學生嘅，年最少嘅5年生搶流沙，先生也49、11扎。因為偏鄉條例已經出來了，那低於30人其實有學校有一個小孩子還是會存在的，但是可能會轉型成實驗教育其他的方式來處理。但是如果這個即便是如此，都要想辦法要把這個學校保留下來，都要想辦法讓人數增多。本單位本年回退嘅送練貴小，雖然暫時留下來的，不過問題還望全解決。因為政府的錢不夠，所以可能是我想是要把我們學校廢掉。學校資金也是不夠，而且人數也很少。在這裡我也留下了很多回憶，會有點不捨得。影響就是要轉學啊，然後跟很多好朋友、好同學分開這樣子。如果學校不見會怎樣？就併校，然後就有可能就再也見不到這個學校。會捨不得，會捨不得。到了大學校樂趣比較少，然後呢，資源也比較少，上課也不會很快樂。學校是一個社區的一個凝聚的中心，所以我們是當然希望能學校的部分能夠繼續在雙連這個社區。年輕人為什麼會外移？第一個，他經濟的問題；第二個，他擔心什麼？他擔心小孩子教育的問題。那學校這個部分，不能只是單純只是在處理教育的問題。送練見面單單係重點嘅落實，產業、學校、社區，大家部分都相互咬牙等。夏天是梨子收成的季節，向來寧靜的雙連一下子熱鬧了起來。農家不分男女老少，全家從早忙到晚。果園裡有人忙着拆套袋，有人忙着採收，有人忙着幫大梨稱重，一個個梨子被放進塑膠籃裡。是係辛苦嘅幾年，唔單淨會看天公伯驗樹毛，還會看煩惱嘅面色。若迄膚色迄有比人較好啲位，佢都會打比人較高啲位分，啊可議價啦，啊空間唔係真好講。唔講嘢東西當好，但是一旦接到傳統市場，嘢東西好壞啊，漲冇清楚。畢竟嗰種買法食材嚟講，食材嘅價是就較動大啦。中盤商來把整車把梨載走，載走了以後，過了2個禮拜、3個禮拜，才跟你說，你的梨值多少錢？大概是這樣子的概念。換句話說，他沒有我們所謂的議價能力。他說1年的產值，這個社區恐怕有將近2億的大梨的產值，這個2億可能真正落到梨農手上了，大概不到20%。談嚴重梨個就幾辛苦，誰一個都看得出。種水梨太辛苦了，然後比較想要去外面賺錢，然後回來拯救學校，然後把水梨推銷出去。每天工作都要到很晚，然後每次做的滿頭大汗，還是不能休息。所以你看了也會很心疼。不會太常來做，可是會幫忙。那你自己以後想要當什麼？當
不会那么辛苦，就是不会需要看天吃饭的工作。这样的一个产品是我们台湾社会的根，可是他却因为他自己的辛苦，他不希望他子女这样子，所以他可能会造成某种程度上的断层。商業唔停貼，你唔係後生啲，不過勞農咪成日希望了解佢哋家庭送年嘅成日，唔好出現問題。假使講掠港人喺安尼退休咧無做咧，下一多人喺上個接定我做啊，佢有可能一個花個30年嘅功夫去來學習啦。假使你喺有安尼銜接點啊，吼，佢就上個30年嘅功夫啦。出去發展從業係有機會，不過明明呢個品質安好，農民實在唔上車，也連帶影響到學校留會係也留唔係。去年中央大學老推南大學嘅師生落去，發現到兩個問題，佢哋想為改變產業結構，所以新定的送電力社會企業。用雙聯里社會企業跟里農一起合作，來扮演社區自己的通路商、自己的中間商，來推廣給末端的一些通路。对，那让他得到實質的效益。換句話說，他把中間這一段直接拿掉，那中間這個效益，我們就可以拿來跟社區、拿來跟學校、拿來跟里農朋友們共享。那你今天這樣採多啊？就大概是我眼睛看到這樣子，還是你早上有出？就這麼多。就這麼多。有啦，早上親戚來又拿走幾件。打造整個呢個已經對的規件，農民改革包裝出貨。因為我有在想要不要再增加，如果說要再增加，大哥你就陸續採，我通路那邊一有消息，我提前跟你講，可以吧？現在我們還是要應付那個宅配的關係。蘇常榮老高小姐去年睇你年去到送年上去，今年還係繼續去3項退休，冇人要按呢結束出冇去。其實有一個在地的大哥就直接舉手問我說：“老師，我只問你一個問題，你下一次什麼時候再來？你真的會來嗎？”那如果我們的進來可以帶給這裡一點點生機、一點點活潑的方式，甚至是一點點讓他們覺得有一點點可以留下來的因素的話，就是創造一點就業機會。那我覺得我們留下來，就是好像變成有是那麼一個存在的價值。當然而家從大波中嘅兩批出走，佢哋適係呢個不出嚟出落去，只係出亞洲嘅。不過條下馬對呢個產業卻唔了解，村民是定力會看佢哋辨認出乜嘅條路。真佢是個幾乎大家就係可以哪怕走唔上條路啦，嗰隻你上到樣嘅分級，嚇樣嘅包裝。從頭上佢是好的嘛？你是哪來都市女生啊？然後看到我們要做這個，其實就有種也很沒有看好我們，就這種你們是能夠賣多少啊？就憑你們是能夠收我們多少東西，覺得我們是來胡鬧的。如果他有撞傷，捏那個比較軟的地方，這個就要挑到當下肢或是損耗，或者是說他有黑點，或是大哥他們都會教我們說水果要怎麼看，然後或是說要怎麼挑貨。老農民告白，天天嘅蔡天意也真幸福。一群外地人進來，而且你要拿他們的產品去賣，他們對於你這個利潤的想象，是無限寬廣的，他不曉得實質的難處在哪裡，所以他會覺得我們是來尋求利潤的，我們是來想辦法幫自己賺錢的，並不是來幫助社區的，所以我想這需要花很長的時間溝通了。過去我哋都沒有創品牌，但是因為行銷呢，冇太多嘅預期效果，都未向業主冇人知咩？啊，經過禮拜幾用透過當道嘅呢管道發送出去後，確實是喺兩都面前來講，佢係得到當道嘅回響。從見證企業嘅想法嚟見證下去，希望農民別下主動，唔好搶營養。他們常常都很樂天，跟我們在聊天的時候說啊，今年老天颱風來就來吧，哦，我該有多少就是賣多少，這是注定的。可是如果你把一個企業的概念放到社區裡來，他們就沒有那麼被動了，他們就會從農民的這種身份認定轉成類似像企業家這樣的概念。我覺得他會去扭轉我們基本對這種水果行業的一種印象。佢要建立係雙聯里嘅品牌有嘛？而供貨比有嘛？叫貨比當然要較
应该话讲较电线的啊，获利个30%分福教啊，其中30%在回馈到果农啦。安尼，当然相对的，对于人家果农来讲，收益当然提高一多啊。不是只有单纯做栽种，然后偶尔也会跟我们聊聊说，那营运方式或者是说我们在销售方式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，可以一起努力这样子。双联企业社的概念是要透过创意来经营整个社区，那校长会离开啊。双联企业社有一天我会走啊，所以我们要把那个创意的概念升值到小朋友现在，小朋友这边是未来的主人啊，所以我就必须规划很多的课程啊，让小孩子去培养他的创意思考。第二次嫁接的人，他留条绳子之后呢，他就可以分辨说这是第2批的啊，那个没有绳子，它是第1批的。采收的时候，他就不会把第1批跟第2批的搞混。学校规划类型内的考场，为生婴儿还能了解理个了解业务，出为还能认同家乡。那我们是透过了一个艺术课程啦、综合课程，还有国语课程，就是让小朋友去写、去观察他们的体悟，希望好生意好多，希望感恩，去认同给爸爸妈妈的个职业，就是因为就是爸爸妈妈种的这些梨子，让他们的生活可以过得更好。啊，家里面有果园的，请举手。好，手放下。那么以后大家还会留在家里面种水果的，请举手。哦，好，这个小朋友最厉害，他举了2只手。兩年去到高中嘅學生啊，有13，其中8部還有助理嘅，不過長時上能擺入上為接。还可以继续卖，然後還可以繼續生產其他的品種，然後繼續賣下去，然後就會吸引更多人來買。平常你也會幫忙家裡嗎？會。那會不會覺得這個行業很辛苦？有一點點。但是不怕辛苦的。嗯。中年的農提咗200戶，農民頭人50-60歲，而30歲嘅還冇13。沙府企業落去，農民處加研究信息。一般出去就工廠上班有嘛，但我會說咧有嘛交通嘛個，遐就會較多錢來用。其實安尼迄中無乜個錢嘅，係啊，就變講，我該離嘅些嘛個。給咩唔會數，我唔會上班，係咩較空的多錢。14兩到20兩那個，那小的他們不要，太大的他們也銷不出去。但是最起碼改到銷路嘅，改加個通路啊。其實講下曉得啊，農民就只有你做呢啲啦，你要做直銷呀，都還是網絡方面哦。蠻熟嘅，嘅規模很大些，咱不應該了勢必要老規模的做大了。但現實當然係啦，現實其他都冇辦法首發的，人家都喊你持續，都應該一個傳統市場。其實我們一直跟大哥講，我們有一個願景的，就是我們以後這一群人一定要退場的，這邊才是你們的根。所以，我們當你們茁壯的時候，我們這整個企業的這個包裹都是要交給他們的。那他之後可以透過這個社區自主經營。李明言講，透過都係透過政府嘅力量來維持學校，行下社區與學校嘅關係安全，亦都要與社區合作，促係持領為用社區嘅力量來扶領學校。我們也拿了我們去年的盈餘，分了一部分給學校，然後學校呢讓他去改善他的課程，改善小朋友的教育，甚至還帶小朋友去學英文，讓他們跟這個世界接軌。在这个环境，就勢必你會面臨很多的困境。那你在這種困境底下，你怎麼運用你的創意去解決你的社區的問題，你自己本身的問題？所以這個都是考慮到小孩子的未來以及社區發展的未來。透過社會企業帶入新界產銷內容，讓農民從嚟到合理嘅利潤，也賺到為係後生意，賣太利個有效學校，其中賣嘅唔單淨係直接利個。還能係一間學校，一個社區嘅將來。